美国领空发现怀疑是中国放的间谍气球，官方惊个气球拍落来会造成死伤，先监控袂甲拍落来。欧洲四个国家发声明反对罗西亚甲白罗斯的运动员参加巴黎奥运，不过美国暂时应用中立的身份参加比赛。南非国家乌干达有一个查甫人带12个某生100个囝，已经有500个孙，伊人是坐甲伊命都去袂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头一站来关心咱台湾的外交关系。顶一日是第一风声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要来访问台湾。今日麦卡锡本人是已经回应啊，讲目前无要规划要来访问台湾。不过伊是强调讲，中国嘛无资格管台，伊要去对。另外，捷克的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确定是3月底要来台湾，中国是随其配面，叫伊撤销错误的决定。艾达莫娃讲，伊早就知影讲中国会掉脚蹬地，所以讲伊访问的计划袂改变。China's never going to tell me where I can and can't go, but I have nothing scheduled right now to go to Taiwan. 一直传出是为可能来台湾访问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初三讲目前无访台规划，也声明无用阮中国插嘴。立法院长尤锡坤也有人关心是毋是有拜会麦卡锡，不过尤锡坤讲两个人并无见面，不过有见到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加美方劳工人权甲环保官员。国会就没有啦，那行政部门的，譬如说莫健主席就是有，大部分都是跟民间的，这一次来。因为这一次来，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在台美关系全面的努力，让我们台湾的这个外在环境更和平稳定，更加的繁荣这是我现在唯一的目标。麦卡锡若做来台湾访问，会提升共和党甲国会声望。不过美中关系会恶化，台海冲突危机比佩洛西来台湾访问更加大。上次来了以后，那个海峡中线就没了嘛，那这次来的话，那搞不好说他就直接对台湾有些什么样的状况。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他公布他说他要来，那北京说好，你来这几天我在这边军演，你要不要来？那这个东西就会比较麻烦了。不过，捷克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3月底要来台湾访问，中国外交部以个别政客立场形容艾达莫娃，要求撤销有关错误的决定。不过，外交讲法并无影响艾达莫娃访台决心。Platí. My se nenecháme určitě hovořit do toho, s kým se budeme stýkat, kam budeme jezdit od někoho jiného, ať už je to Čína nebo kdokoliv jiný. A platí, tato cesta se připravuje už několik měsíců, já už jsem ji oznámila mnohem dříve a tudíž na tom plánu není důvod něco měnit. Ta cesta navazuje na jiné parlamentní delegace, které už na Tajvanu byly. 艾达莫娃讲，台湾是半导体强国，台湾伫捷克的投资是中国的14倍，甲台湾发展关系符合利益。艾达莫娃也肯定捷克准总统帕维尔甲蔡总统通话，强调台捷双方谈价值观，更加爱有实际行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初5到初6要去访问中国，互人认为讲是美中紧张的关系局势较发展一步。不过，这阵煞是伫咧美国领空发现怀疑是中国放的间谍气球，挖进美军的军事基地，怀疑是要偷摕美国的机密。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赖德已经证实这项消息，讲美国的空军是真确定这粒气球是中国放的。不过，当然中国是绝对无承认。赖德讲，因惊甲气球拍落来会造成民众的危险，所以暂时会派战机继续追踪，袂甲拍落来。那讲到这款间谍气球，上早是出现伫咧法国大革命，用来侦测敌情。前2届世界大战冷战时期，美国监视苏联核试验，拢常常有用到。虽然讲即阵已经退流行啊，不过因为间谍气球的生产成本较低，而且可会当飞比战机较悬，所以专家是认为讲间谍气球会当弥补人造卫星缺点。即阵中国是最近大量咧开发这款气球。而且，唔但美国、加拿大的国防部伫咱台湾时间今日下晡嘛发表声明，讲伫因的领空发现间谍气球，目前是当咧监控。我面上这白色的圆形的物件，就是美国政府所怀疑的中国侦测用的高空气球。而这段画面受蒙大拿州的民众以翕相机的望远镜镜头所翕的。对画面中能清楚看到，敢若气球的物件下面有亲像太阳能板这仪器。除了美国北部各州以外，加拿大也发现这个可疑的气球。
蒙大拿州有重要军事基地，包含空中国民兵使用的马尔斯壮基地、离田北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所属，操作洲际弹道飞弹的第341飞弹联队这重要单位，也设伫一个基地周边。It may be loitering longer in certain places to surveil areas where the Chinese believe there are U.S.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nd by loitering longer, they can get a higher resolution imagery. 民众所翕的画面地点位伫蒙大拿州比林斯，当地机场正有 F-22的战机，美军阅读考虑出动战机，甲这个气球拍落来。也佫考虑到侦察仪器对军舰外用笑的高空落来，可能造成地面上人员的伤亡，所以讲才无安尼做。分析家认为，这个气球的出现表示着中国政府内部出现一寡问题。This floating of a surveillance balloon over the United States is untimely. It's either a provoc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it's a mistake. On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doesn't know what the other part of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美国媒体报道讲，以现阶段科技发达的程度，连做卫星、无人机也是网络骇客，拢是饕餮情报优先的选择，而毋是气球这样计时的工具。不过，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要访问北京，美国又要来诱惑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这第一岛链的国家，技术中国间谍气球出现伫美国本土，时机敢若真无平常。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去年农渔产品出口达到1.4000多亿一票，是连续10年破上悬纪录。这回主要的原因是日票落价，国际对农渔产品的需求增加。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洪城为着迎接美韩同盟70周年。韩国总统尹锡悦要去美国做外交相关级别国事访问，美国政府嘛已经赞成，预定可能会安排伫咧今年春天大概4月份。英国《Times》报道，医护人员大罢工，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真愿意甲护理师加薪。不过，英国通货膨胀严重，伊会当批准的加薪幅度受到影响。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得到菲律宾式的军事基地的使用权。有美国官员就表示，主要的目的是甲中国万不一起冲突的时阵，会当赶紧调兵。不过是无按算要大规模驻兵，也是去营救基地。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前总统 Trump 接受访问的时阵，不愿答应的全力支持党内最后提出的2024总统候选人，这为着共和党重新执政，佫加添难度。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拍要1年啊！乌克兰最近是呼吁国际社会禁止罗西亚佮罗西亚的盟友白罗斯的选手参加2024的巴黎奥运。批评国际奥委会若是让这2个国家的运动员用中立的身份参加，等于就是助战战争的声势。即马欧洲国家有4个国家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甲波兰，已经带头反对罗西亚甲白罗斯的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波兰甚至佫警告讲，若无禁的话，会有40个国家小耍抵制巴黎奥运。为怎样这几个国家会这么反对呢？上界主要就是地理原因。咱看这张地图，发生命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甲波兰，拢是接伫咧罗西亚甲白罗斯的土地边啊。因烦恼讲，若是乌克兰去互侵略这件代志处理无好势，因真有可能就是罗西亚的后一个目标。不过，美国对抵制罗西亚甲白罗选手是有无共的看法。美国是赞成应用中立的身份参加比赛，因为讲主要爱禁的是国家，毋是选手。禁止2个国旗甲国歌伫咧赛场出现，找出管理运动员的言论的方式，才是处理政治问题甲体育维持中立的方式。俄乌战争煞咧拍，乌克兰最近来呼吁讲，就要禁止俄罗斯甲白俄罗斯的选手来参加2024年的巴黎奥运。波罗的海3国，还有立陶宛、爱沙尼亚甲拉脱维亚，拢有大声来表态，和波兰来发表联合声明，拢要来消停。Together with ministers from Estonia, Latvia, and Poland, we have agreed that on our joint statement against the inclusion of Russian and Belarusian sportsmen into international sport events.
波罗的海三国含这个波兰，拢是欧盟甲北约的成员国，拢含俄罗斯甲白俄罗斯的国土有相隔界。伊嘛拢一直来支持乌克兰。波兰的体育部长还佫警告讲，假使若无禁止俄罗斯甲白俄罗斯的选手来参加比赛，安尼后礼拜就有可能有数十个国家会来抵制巴黎奥运。Naszym celem jest to, żeby to Rosjan i Białorusinów nie było na Igrzyskach Olimpijskich, a nie na przykład Ukraińców, Łotyszy i Polaków. A jeżeli już mielibyśmy bojkotować, to żeśmy zbojkotowali te Igrzyska Olimpijskie tak szeroką koalicją na czele właśnie z Wielką Brytanią, ze Stanami Zjednoczonymi, aby bez tych krajów, które bojkotują te Igrzyska, najzwyczajniej w świecie nie miały sensu. 国际奥运有拍算讲要让两国的运动员用中立的身份来参加巴黎奥运。巴黎奥运的筹委会嘛表示讲会来遵照办理。美国国务院是表示讲会采取规范的措施，暂停两国的体育活动，还佫有转播。不过应该就让选手用中立的身份来参加比赛。The use of official state Russian and Belarusian flags, emblems, and anthems should be prohibited. And appropriate steps should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any public statement made or symbols displayed at sporting events by, again, athletes, administrators, officials are consistent with this approach. 俄乌战争开战了后，厝边国白俄罗斯因为来协助入侵，两国的运动员同安尼去互禁止参加真侪国际赛事，包含这个卡达世足赛，还佫有温布顿的网球锦标赛。即摆是毋是会当来参加奥运？恐惊佫爱佫车拼一个。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因为这场战争，互本地的国际立场较中立的北欧、芬兰甲瑞典拢感觉到危机，因为因离罗西亚嘛真近，所以是申请要加入北约。因为北约有一项规定，若是成员国受到攻击，其他国家拢爱来斗相共。不过成员国土耳其说是因为可得族的问题，当瑞典加入北约。加上瑞典的激进人士不满土耳其当因加入，是小土耳其宗教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和土耳其要反对的态度是愈打愈硬。虽然芬兰的民众是认为讲因家己先加入较讲，不过芬兰的政府是坚持讲要甲瑞典徛到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促使芬兰甲瑞典放弃几10年来军事无革命的原则。去年5月到底申请加入北约组织，不过土耳其指控瑞典包庇库迪族流亡人士甲相关的恐怖组织，坚持反对，已经去半年多。顶个月，瑞典极右派人士帕鲁丹，迄阵伫土耳其自瑞典这国家的使馆外口烧可兰经来示威，更加互伊斯兰世界非常生气。土耳其总理阿尔多安无限期延后相关的协商会议，表示敢若愿意先对芬兰同意加入。不过民调显示，过半数芬兰民众愿意先加入，不过政府议员支持甲瑞典共进退。We sent today a clear message. Finland and Sweden apply together, and it's in everybody's interest that we will join together in NATO. Sweden isn't a troublemaker. Sweden is a very close neighbor of ours. We have a very strong defense cooperation, and both countries will be security providers to NATO as allies. 为了配合土耳其，瑞典政府已经表示会收回严格来打击恐怖主义。未来凡是操作装备、筹备开会营地也是场所，为登记有案的恐怖组织组织也是安排交通运输，拢会属有刑事犯罪。此案有加3个送到国会来表决。离烧可兰经事件也未煞，包含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甲英国这国家的驻耶稣坦堡领事馆，还都遭到恐怖攻击，设立暂停对外来开放。土耳其外交部调见这国家的大使表达关心，内政部批评这国家发动心理战，想要来破坏观光业的复苏，加影响5月大选。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另外一个长期战争内乱的国家伊朗，边界受就咧争取独立的库德族的基地。即阵伊朗国内镇压头前示威的日头是哪来哪当，所以有真侪示威者是走去迄个库德族的基地。甚至阁有伊朗的女性加入库德族的女兵团接受军事训练，为着追求自由站出来。伊朗的无人机自杀炸弹攻击，
对于库迪斯坦这游击队的成员来讲，已经是3天2天就会拄到的代志。但是最近攻击愈来愈频繁，因为即马伫遮唔但有库迪族的游击队，嘛有伊朗政府想要掠的示威者。自从伊朗因为一个头巾无戴好势的库迪族女性去互警察拍死，引起全国示威了后，有愈来愈侪参加示威的人为着逃避警察的通缉，冒险为伊朗边境走来伊拉克的库迪斯坦密起来。其中有带囡仔做伙逃难的少年翁仔某，嘛有互警察逮捕了后红刑，互拍到要半死的库迪族少年。We'll give refuge to people who were injured in the protests and take care of them here. 伫个遮走来库迪斯坦，互游击队收留的人当中，上特别的是这2个伊朗的查某囡仔。今年25岁的大学生努尔，甲18岁的沙迪亚。因根本就唔是库迪族的人，所决定要加入去库迪族的查某兵军队。As a woman, I had no rights. I came here and they gave me a gun. Here I am a Peshmerga. I am here to defend the rights that I never had. 甲其他库迪族的查某兵无共，努尔甲沙迪亚甲因的面往起来，因为的烦恼也阁留伫伊朗的亲人的安全。If they don't hand me over, they'll take my sister instead. I don't know what they would do to her if they took her. They would make her disappear. 事实上，2018年一出法国电影《太阳之女》，就是伫演库迪族查某兵军队的故事。因逐工拢接受非常严格的军事训练。努尔甲沙迪亚希望家己嘛会当参像这库迪族的女战士同款，为着争取自由甲独立，勇敢拍拼。记者甘恩恩编译。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去年败选，到今也未承认失败。但是有一个议员亚康讲，伊要甲波索纳罗讨论政变，要阻止新任的总统就职。将做波索纳罗想要推翻选举结果上强的证词。司法单位已经开始调查，不过波索纳罗本人当然是讲无。A ideia seria eles colocariam um equipamento de gravação. Teria veículo já próximo ao STF, captando o áudio, e eu nessa reunião com o ministro Alexandre, eu conduzindo para ele falar que em alguns dos processos dele ele ultrapassou a linha da Constituição. 88岁前总统波索纳罗坚定盟友的参议员华尔，拜时忽然间开记者会爆料，指控波索纳罗的亲信前众议员齐维拉去年12月初9邀请伊参加一场秘密会议，而且伫会中建议找对选举法院的院长莫莱斯不利的证据，找一个理由互伊封掠起来，安尼就会当阻止卢拉来就职，互波索纳罗继续换权。华尔讲，迄当阵在场的波索纳罗是点头表示赞成，伊是拒绝参与的，但是前一天华尔伫 IG 直播说讲是波索纳罗本人建议阻挡卢拉就任，部分媒体佮对咧报道，就是波索纳罗是否认讲伊袂做这种小的代志。Estou há 30 dias aqui, tentando ficar por mais algum tempo, não tenho certeza. Tenho muita saudade do meu país. 上新的指控变作目前调查波索纳罗涉嫌要改变选举结果上强上有力的证据。大法官莫莱斯是下令伊伫5天内，甲警方提供证词，拜是先逮捕互指控涉案的前众议员西维拉。另外，前司法和公共安全部长托雷斯手头疑似有替军事政变铺路的文件，嘛在接受调查。波索纳罗伫去年10月总统大选，以一点点差距选输了后，一直无承认败选，搁伫任期结束前2天，伊搁加元首的身份去美国的佛州外交签证，伫1月底到期了后，伊是申请改做旅游签证，希望会当延长停伫遐6个月。虽然波索纳罗是讲伊无放弃参加巴西的政治，但是评论指出，伊想要伫2020就登去做总统是无可能。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香港宣布3月7日开始，要送50万张的机票予国外旅客。若人旅游大国，佫会送8万张的机票予香港的市民，要来拼香港的观光经济。香港政府昨日宣布，开始名叫做“你好香港”的系列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讲，将会自3月7日开始，向中国大陆加海外游客免费送50万张机票，时间是6个月。机票的分配参考疫情进入的旅客人数，一开始先伫咧东南亚地区、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等所在送机票，接落来是中国大陆加其他的市场。We have prepared 500,000
free air tickets to welcome tourists from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to come to Hong Kong. 香港政府开12亿港币，向国泰航空、香港快运航空，抑个香港航空3间本土的航空公司，用半买半送的方式买机票。大部分的机票会由航空公司透过海外办事处送出去。航空公司会分阶段伫无共市场送免费的机票，希望旅客让加带2-3位亲友做伙来算，估计会当有超过150万的旅客入境。 500,000 tickets to have a multiplier effect, because whoever gets a free ticket may not just come by himself or herself, will bring 2 or 3 friends or family members. 另外，香港政府也伫咧热天免费送8万张机票予香港市民。除了送机票，香港今年也会办几项活动，吸引游客来香港耍。李家超也会伫明仔载带代表团访问沙地阿拉伯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宣传甲介绍香港上新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件韩国的故事。东非国家乌干达一个东部的庄仔头，当地宗教是稳准查甫带骨落去某。 所以有一个68岁查甫人已经带12个某，生102个囝，到即阵是已经有578孙，人坐甲伊命都记袂掉。中昼长的时间，一个到哈萨亚大声喊厝的人来食饭。68岁伊带12个某，生102个囡仔，抑个578个孙，家族的人口这么济，已经毋是儿孙满堂会当形容。 Sobola okutegeerako omwana omu eyasooka n'eyasembayo abaana awawakati awo nga sisobola kubajjukira maanya gaabwe. 住伫乌干达东部川田的哈萨亚，17岁时阵带头一个某，伊讲因为当地宗教传统允准一夫多妻，为伊的阿兄鼓励伊加带某生囝，佮因为伊少年时阵担任武汉甲台语的身份地位悬，其他的村民主动甲查某囝嫁予伊，所以伊才陆续带12个某，上少年的某差不多35岁。 yaleeta nimbeera bubi newulira bubi esaawa netuuka ningamba kambeeremu awo 哈萨亚毋但记袂掉所有囡仔的名，连一寡家后的名嘛袂记哩，都爱阁问伊30岁担任小学老师的后生。 You know, in terms of educating the kids, you know, is my dad here failed to educate all of us. So when I get that, I also come to attention that no, I should not have a family like this one. 哈萨亚目前无头路，敢若靠2英亩的地要饲几落百人的大家庭，负担实在真沉重。伊坦白讲，有2个家后挡袂牢，已经走去啊。即马哈萨亚有学着驾驶，决定拄好就好，袂阁继续生产报国。 bwe nalabanga enamba eyo empitiriddeko nga we mugiwulidde mu mugaate ogw'abaana awo esaawa yatuuka ne nteeka abantu awo mu famire nga njagala okwetaasa ate obutayongerako namba eyo kulinnya kugenda waggulu. 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夏威夷可爱岛近海大礁顶悬，发现一只观察头海翁的尸体。 破报落去发现，这只海翁的胃内底有真侪希望啊，甲塑胶袋啊。这寡人类制造的粪扫，应该就是这只海翁死亡的原因。已经死去的海翁遗体伫海旁边那普那点，政府人员进入海中，甲伊绑锁啊，最后动用怪手，甲这个真大的遗体打捞上岸。 夏威夷有名景点可爱岛近海的大礁，伫顶礼拜就无发现这只重重约60吨、长17公尺的海翁遗体。研究人员对遗体做解剖了后，所发现这只海翁的胃塞真侪粪扫。So we're seeing at least 6 different types of nets, at least 2 different types of plastic bags. We have at least 6 hagfish traps, a light fixture protector, a float. So a number of items in the stomach of the sperm whale that really shouldn't be there. 因为海翁的体型真大，研究人员开10个点钟做检查甲解剖，意外无法度完整检查员胃部的状况，检判有可能有搁较侪粪扫踏着海翁正常食物件的管道，造成伊死亡。We just speculating, so we don't know if it was ingested over time or if it was ingested in one sort of fatal swoop.
But we do think it's likely that it contributed to the death of the whale. 夏威夷伫 LNR 土地甲自然资源部表示，这只海翁的死亡就是塑胶粪扫威胁海洋生物的证据。特地发现有海翁、海猪、海龟，也是海豹，和希望也是鱼线低调的。这个嘛是夏威夷海峡内底头一个海翁误食着废弃鱼具死亡的案例。科学家指出，全球每一档生产超过3200万吨的塑胶产品，其中有1/4最后会流入大海，加造海洋废弃物，嘛是海洋生态真大威胁。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